其实网络顶悬大部分吼拢是好人，啊，就是有几个鸟鼠啊屎出现伫网络顶悬，规个网络即个好食的糜吼，就因为即个鸟鼠啊屎袂食尽。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queen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这个月4月份吼，咱就要来讲一寡网络顶悬的乱象。古老必手的代志。嘿，一寡网络顶个看到，即想要甲迄荧幕吼讲好歹啊，啊无就是甲迄人荧幕内底甲拖出来啊，甲整落去啦。你哪会遮激动啦？是，拿到第7篇甲我讲吼，一看到伊总袂爽的啊。哦。伊就讲吼，规边你来看啊，你看即款人啊，咱是毋是爱做一个影片，甲教死一个啊？嘿啊，对啊，所以咱这个月拢要来甲骂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开始进入咱的正题，就是讲吼，你看吼，即摆3月份啊，应该是爱慢慢啦，天气开始变较小热一点嘛。也毋过你看你即摆穿啥？长啊，我穿无西衫啊。你对北极转来是毋是？无啦，因为今仔真正足寒。你看，你问看这衫吼，这衫安尼毛毛内底嘛是毛毛呢，穿了真烧热。啊，你穿这敢会伫办公室困去？袂啦，我上班做做定金的，做定金的。所以吼，你看本地是感觉吼会开始慢慢变热，也毋过即马吼真正应景一句话，就是讲吼，袂食5月粽，破休毋敢放。最近伫咧落雨，讲到落雨天，就互我想到进前恁台南的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就是恁台南敢毋是有一间真有名的台湾番薯丸？南北二路开几若间分店，有一摆啊，因就接到一个信息，帮阮做外送。落雨天我无爱出门，落雨天我并团出门。伊讲即款口气，对，伊是毋是牵头家作熟的？伊是头一摆买的人客，伊无熟悉头家。头一摆买伊用即款口气，我也是头家吼。我就先甲你讲吼，你若是枵死吼，我嘛袂甲你送。都袂输店员爱替服务共款，爱甲风台。而且像阮即演的啦，虽然讲咱无像顶一演遮尔高礼数，毋过阮原仔是真有礼貌，拢会讲请哦，歹势啦，啊，多谢啦。辛苦啊，是之类什么事，遮全部拢会讲啦。头家啊，以后是真有礼貌，伊就甲讲啊，歹势啦，因为即马外口咧落雨，所以我烦恼店员出去啊会有危险，所以就无法度替外送，而且这番薯丸啊，若是压着雨就无好食。其实吼，这个人吼，真正足无客气的。伊搁讲啥，你敢知？落雨天啊，外口搁遮寒，而且无偌远，那毋帮我送啊？啊，毋过伊若是讲无偌远，伊是毋是嘛会当家己来摕？嘿啦，啊是讲落大雨啊，毋是风台天啊，啊你啊雨伞咧夹的，雨满清的，哦你嘛是会当行几步啊路，啊去甲遐，啊甲迄物件摕，抱伫你的怀里，呵护着你的食食，啊慢慢啊行去甲厝，坐伫咧碰椅顶悬，好好啊食你的番薯丸。而且我甲你讲哦，你知影这个人客哦，因为伊咧问头家的时阵，头家拄好咧无闲，伊咧传牌人客餐。是。嘿，啊这个人客就讲，啊你哪会拢无爱甲我应？啊你是爱我互你负评，你才要甲我外送是毋是？我感觉吼，即款人吼，道理讲袂过人吼，就是安尼啦。威胁。其实吼，你若当说你是头家吼，你物件凊彩做，口气真正足无好诶。你互负评吼，我感觉安尼阁有道理。啊，人即马顾虑着物件送出去歹影响食，着品质。而且伊无爱伊诶员工落大雨诶时阵去外送，对啊这是一个好头家呢。后来即个头家伊就讲，你做你去负评，后来啊，即个头家伊就甲即个广告搭伫伊诶面册，后来要是有真侪民众拢真有正义感，就甲头家支持。其实网络顶悬大部分吼拢是好人，啊，就是有几个啊鸟鼠啊屎出现伫网络顶悬，规个网络即个好食的糜吼，就因为即个鸟鼠啊屎袂食尽。啊，咱今仔日讲较正吼，其实有几个啊事吼要甲大家讲，比如讲吼，第一个就是冰单、板单、文单、够兰溪，兰溪，嘿，兰溪。啊，佮另外一个就是软土清骨。对，软土清骨。软土清骨吼，你较多嘛讲过，就是这网友吼，我互你好声好势安尼甲你讲吼，要毋讲吼，你愈来愈甲我，安尼啦，安尼叫做啥？愈来愈超过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歹声扫。歹声扫，咱就来造句，嘿，就是讲吼，有一道我就是叫伊去帮我，然后第7边你帮我做一下这个物件，伊讲无爱啦，啊，你就是歹声扫。哦，你趁袂见啦，你趁这个机会，你甲伊保护就对啊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孤老匕首。啊，孤老匕首，我今仔日是头家，伊有做这代志，爱处理啊。今仔个一个网友来，甲我讲，你应该甲我外送。
这就是天马孤老高尚，嘿，这是孤老必做的代志。嗯坑这个网友吼，就是爱冷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吼，咱以后吼，就是对任何人拢是爱好好啊，好声扫来讲这个代志。对啦，见面3分情啊。对，安尼下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拜拜。